依旧有人指定要吃冰汤圆，因为这一家的不一样，汤圆遇到冰可以保持软 Q。一般的汤圆很容易硬掉，但是我们这个汤圆啊，经过水分的饱和度跟它的密度的构造，我们实验了很多种啊。冰镇汤圆的好吃秘诀，让没有座位的小小店面成了小巷弄里的名店。原本是后院菜圃改建，带点怀旧气氛。老板江醒文最爱顺势说从前，看到这几株桂花，我们引发奇想，就说，哎，这个地方就是成为我们以后要来的地方。附近公司员工爱溜来这里荞白摸鱼的场景，20年转眼已在背后。喜欢文史工作的江醒文，用故事吸引客人共鸣。我会用导览的解说图，然后做一个吸引，不然我就说，祈愿我送你们一瓶桂花酿。墙面上密密麻麻的签名，相本里的留影，都是江醒文努力耕耘的印记。一碗冰汤圆，许多回忆。曾经是阳光进不来的窄巷，如今人气满档。充满使命感的老板，希望来来去去的人啊，嘴里尝着甜，心底留下南庄的美。我们就希望说，在这里头哈，就结合全省的朋友，也认识这家店，也认识南庄，也认识这个桂花巷。好山好水就把它带回去，这是留下最深刻的印象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用心了。对，所以看到唔同欢喜，看到唔同欢喜，对，看到唔同欢喜。见到你真开心，对吗？奶妹黑，我也是，我也是。在狭窄的桂花巷里的这个柜台，其实是一个文化窗口，它让大家更有机会贴近南庄的客家文化。看到唔同欢喜，奶妹黑，看到唔同欢喜，奶妹黑。